30歲嘅阿強坐喺大學圖書館嘅角落，四周環繞住自戀嘅臉孔。嗰啲20歲出頭嘅同學正興奮咁討論住實習機會同未來嘅職涯藍圖，而阿強睇住手中厚重嘅法律教科書，心中湧起嘅唔係鬥志，而係一種近乎窒息嘅羞愧。我都30歲啦，先至喺呢度從頭開始。佢對自己話，喺所謂嘅社會時鐘裏，30歲應該已經成家立業，擁有穩定嘅職位，而唔係着住肩恤坐喺大一教室裏邊，為咗一個基礎概念作業嘅嘥。呢種落後感好似一塊巨石，隔得佢抬唔起頭，甚至俾佢覺得重回校園係一個錯誤嘅決定。佢嘅導師係一位睿智嘅老教授，察覺到咗阿強嘅焦慮。有一日課後，老教授帶住阿強走進校園旁嘅一間老舊鐘錶店，店內牆上掛滿咗各式各樣嘅鐘錶，發出規律嘅滴答聲。教授指住牆上並排嘅兩個鬧鐘，一個標記住東京，指針指向凌晨2點；另一個標記住紐約，時針就停咗正午12點。阿強，你喺呢兩個鐘？教授溫和咁問道。你覺得紐約嘅時鐘比東京嘅快咩？或者話東京嘅鐘因為仲係黑暗中，就代表咗失敗嚟咩？阿強搖咗搖頭，誠實咁回答：教授，佢哋只係處喺唔同嘅時區，喺各自嘅地方，佢哋顯示嘅時間都係準確嘅。教授微笑住點咗點頭，人生亦都係一樣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生命時區。教授緩緩咁話：喺我嘅教職生涯中，我睇過無數嘅例子，有人22歲就大學畢業，佢花咗5年先至揾到心儀嘅工作；有人25歲就當上咗 CEO， 卻因為過度操勞喺50歲離開人世；亦都有人50歲先至真正創業，卻健康咁活到咗90歲。嗰啲睇似領先嘅人唔一定跑得比你遠，嗰啲睇似落後嘅人可能正喺度蓄積你想象唔到嘅力量。呢番話如雷貫耳，讓阿強僵硬嘅膊頭放鬆咗落嚟。佢突然意識到，佢一直試圖用人哋嘅手錶嚟衡量自己嘅時間，佢把目光定格喺別人嘅精選片段上，卻忘記咗自己正喺度經歷嘅係必經嘅積累。喺嗰一刻，阿強迎嚟咗生命嘅頓悟：你從未領先，亦從未落後。喺命運為你安排嘅時區裏邊，一切都準時。佢唔再覺得30歲讀大一好丟臉，佢明白過去10年嘅社會歷練，俾佢比20歲嘅同學更加懂得珍惜知識，亦更加能夠睇透法理背後嘅人情世故。呢唔係言辭，而係另一種深度嘅扎根。